另外，再来看这台南安平区的建平三街这段的路边的停车格，这街啊竟然是画伫人行道的顶头。当地里长是保卫讲，这是私人地，目前还搁咧规划施工。也那工务局因是表示讲，这个地呢照规定是唔免设停啊卡的，也唔过画停车格到底敢有合法？这是还搁爱去到现场会勘才会知影。 有民众伫咧台南安平建平三街散步，详细看因行的所在，涂骹画滚来的停车格啊，这种哪像是停车格和人行道标线共存的景象，随后民众翕落来碰着网络。不少民众认为，那车到时真正停满，过路人根本无法度通行，认为这款规划通爱改善。停车格还是应该在柏油路正常的道路上面做进行这样。 建平三街它应该要有3.5公尺的人行道，但是我们的法规把这个公共设施的建设义务丢给了建商，被挪作他用，还要再花时间去处理，那这个状况是应该要被修正的。 实际等于现场，这搭停车格和边仔的路边大约有15公分的关格差，多数民众认为这应该是人行道空间。那当地里长出面解说，讲这是私人土地，即阵当咧规划阶段，也未正式完工。工务局回应，这个路段跨度是12公尺，监视伫主题区，依法是唔免设停车卡，也是人行道。因讲后续会要求相关单位校正会勘。 你安尼车都无法度去哩啊！你画安尼较有内容，因讲因是暂时规划而已啦，规划啦，然后到时候要看怎么再来规划更好的方法。依法并不需要设置汽留地，至于法定空地设置停车位，将要相关单位再行厘清。 虽然相关单位初步出面解说，不过这人甲车前地景象却引起讨论。事实上，台市政府宣示真侪摆要打造过路人优先的城市，这阵又搁出现这款状况，到底私人地为停车格敢有符合规定？相关单位搁爱进一步厘清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